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2月初2公视台语台一报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因为大陆冷气团影响，台湾北部愈换愈冷，冷气团上届强是明仔透早进前，有的地头温度会落甲剩12度。高雄市市内便利商店、咖啡厅这的地头的顶仔卡未当阁部分，昨头一日取缔有开出5张罚单。12月初，美国路易斯安那这州有人押请出来单，致使死伤10外的无辜的百姓。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昨下晡伫咧新北市八里的台北港，中国石油公司的工地发生工人要将底动海洋的大卡沉箱沉落海底的时，规个人却顺手箱仔拖落去，这款意外造成3个工人不幸过身，另外还有4个重伤。今日早起，警方有倒转去现场勘查，新北市的劳动检查处嘛有约谈工程业主，总是各方面拢真拍拼要查明会发生这款意外详细的原因。礼拜一早起，警方登去到台北港南部华码头意外现场进行勘查。画面上红烧铺桥位置都是工人落海位置，原本的沉箱应该浮出海面，即摆依然沉在海底。记者现在位于台北港的南堤码头，那这里的海风非常强劲，那海水的温度也非常的寒冷，工人这边的施工环境呢非常的严峻。那如果在施工当中不慎落海，10分钟之内没有捞上来的话，可能就会马上失温。因拢徛伫沉箱顶悬啊，看到水，因为就一日就连箱就沉袂。台北港正咧进行中油关灯接收站沉箱工程，想要到熊熊沉落去，造成7名工人坠入水海，3名泰国工人死亡，4名工人也咧住院观察。中油表示，事发地点是沉箱工程作业，委托予承包商环亚工程甲红昌营造。发生这样一个事故的话呢？那么会由泛亚跟黄昌呢来做实际上积极性的处理。那我们公司呢，也会共同协助。死亡3名泰国工人由泛亚工程所请，事发了已经通报新北劳检处，再去劳检处约谈业主。另外，详细事故原因要在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北部今日是愈换愈冷，气温会一直降到透明。冷气团上届强迄阵，就是明仔透早进前，按算台南以北佮有宜兰遐，拢会落到12、13度，别位嘛敢若14、15度即卡斗尔。中央气象局表示讲，今日大陆冷气团继续落南，北部愈换就愈冷，离市上悬嘛才16至18度一旁。另外，台湾各个头，敢若高雄、屏东地，也佮有26度。就连台中、台南佮有花莲、台东，温度上届悬嘛，敢若21到23度。这拍冷气团上强的时阵，就是明仔透早进前，拍算台南以北，佮有宜兰迄头，拢会降到12、13度。观众朋友，咱着穿较少咧。另外，今年第28个中度的风台名作北面，透早2点，是行伫咧越南片东南边1240公里的海面顶头，对咱台湾较无直接的影响。政治说分明，咱先来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去互立法委员黄国昌指控讲，牵涉到抽沙石啊这条案。早起韩国瑜是派代表去到台北地检署告黄国昌。黄国昌虽然有要求韩国瑜公然归去找一笪公开的所在，双方面来将这条带讲互被回复得。不过韩国瑜办公室发言人叶元之是应讲，但黄国昌你着去鼓舞蔡英文总统，含阮公开辩论，这较有影。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这边第2号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提告，指控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逼韩国瑜的沙石案是乱放消息，意图私领不动产。如果黄国昌委员真的如他所宣称的非常认真的做功课，那么他很明显的就是在说谎。用不实的讯息来打击候选人的名誉，并且影响他的选情，所以这明显了构成了妨害选举罪，所以我们今天按铃申告。对于韩国瑜竞选总部被告，黄国昌伫咧初日就先伫 FB 发文，提醒韩国瑜唔能够寻到去吃到爱心铃，韩办也再度反击。黄国昌怎么格局越来越小？当面对我们要用司法来寻求相关的公平的时候，居然只能讲得出这一种酸言酸语，跟网络上的乡民一样。乡民把他誉为战神，没有想到他晚节不保哈，为了抢救选情，
居然讲话呢越来越不入流了，我觉得很可悲了。对吴国昌请韩国瑜直接提自诉，拜托承办的法官爱随开庭审理，和双方伫咧公开法庭直接被面对面。议员只是颠倒叫吴国昌爱呼吁总统蔡英文接受辩论。伫咧韩定雅告吴国昌了后，韩国瑜刷旧案的风波，恐也是也未煞。记者综合报道。昨昏韩国瑜咧造港的时阵，又讲出一句讲，和高雄出一个总统呢，民进党副总统的提名人赖清德，早起是甲杯讲，高雄的人才有影侪，不过这届的总统拍算是会出对屏东来。另外蔡英文总统早起是接见按新加坡来的代表，感谢因长期间拢咧帮助咱台湾，目前拍拼伫咧推动的新南向政策。总统蔡英文伫咧初二早起接见新加坡驻台代表吴伟权。因为伊要回国述职，总统当面感谢伊长期针对南向政策所提供的协助。最值得让我一提，而且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农产品出口到新加坡这件事情。那这个我要谢谢我们黄代表，真的帮忙很多。蔡总统表示，这几年台湾、新加坡两边的关系愈来愈密切。新加坡来台湾旅游连锁排东协10国的第3名，只有台湾到新加坡的旅游连锁也比前年上涨7%。就副手赖清德是到苗栗的太阳宫参拜，帮助驻桃园市长要转战立委的徐定真9大选情，也讲到较好的布局，伊认为岛南生态公园浪费国家资源。你看15第一类的保育类动物，结果呢，左揽的公园那根本没有必要，浪费政府的钱，本来就没什么钱的。苗栗县的财政大家都知道，本来就没什么钱的，你又浪费这个经费，盖了一个人工的公园，结果把15个栖息地都破坏了。那关心就好，赖清德也讲，虽然苗栗长期以来拢是南亚之境，也毋过这场选举毋是拿力对抗，也毋是集权之争。而是自由民主之争，要对抗中国的打压。而针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发出和高雄出一个总统，赖清德是回应讲，高雄人才真多，也毋过这边总统绝对是会出自屏东。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看台北市高文特市长早起是去参加翡翠水库的漏水港崩坑工程开工的典礼。人嘛问起讲，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咧解说第三势力，讲有这两大党、两小党。高文特市长是讲，这是台湾目前政治思想新的转变，咱就要脱出蓝绿的束缚，而毋是讲要消灭蓝绿两党。3、2、1。启动水电球，台北市长郭文特初二早起出席翡翠原水港工程崩坑开挖震动仪式。因为风台暴雨期间，南侧溪罗道开升悬，为了保障湘北强引翡翠水，所以开挖翡翠水库北侧溪水源到进水场原水港工程。被问到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点名两大两小第三势力是民众党甲亲民党，郭文特表示，这是台湾社会一大特色。亲民党也有人，民众党也有人，然后国民党其实国民党他还是有重点支持的立委的区域立委。我在个人政治思维上的一个改变，也就是说，共荣还是台湾社会一个大特色。什么叫共荣？就是说，其实超越蓝绿也不是要把蓝绿消灭。对家己甲郭台铭常常意见不同，郭文特讲意见拢同款，才是怪事。宋主席讲那个也对嘛，他说你看哦，合作常常不一定要两个人完全一样，所以慢慢这个也是台湾政治上一个新思维，就是说我们两个意见很多不一样，但是还是可以合作。为什么？因为可以合作项目合作，不能合作项目你这就算了，各干各的。郭文特也指出，亲像台北市政府副市长都分别来自亲民党、国民党甲民进党背景，同款应合作。亲民党认为，民进党伫民调顶悬做下手，才互蓝绿之间产生问题，应该由第三势力来化解。民进党在民调上面做了多少的手脚，所以才引发这样的事情。变成一个僵局，台湾的选举选到现在是一个僵局，这才是我们第三势力中道力量最担心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僵局。伊比人也表示，亲民党是做整合第三势力的角色，因为台湾过去无安尼合作机制，所以宋楚瑜即马要做的就是迄个范例。记者综合报道。去年日本的关西机场因风台关起来，网络顶头有人咧放假消息，讲台湾的旅客挖靠中国的大使馆，才有才调脱险。
迄当阵嘛有人出来写文章印话，搁将责任塞对台办办事处迄边去，好甲台办的外交官苏启成处长无奈就爱行地路。这条案经过台北刑警大队追查落去，才发觉讲幕后咧操作网络的，就是人叫伊卡神一个少年的女性杨慧茹，当时已经将伊起诉了。杨慧茹接受警方审问的时，无承认讲家己是写文章的人，佮强调因为甲手机连网络的功能分配予朋友去使用，才会引人误会。结果警方佮问杨慧茹的朋友，一个姓蔡的男性，伊煞直接承认讲代志有影有做。杨慧茹是1月日提供1万块的赏金咧，甲伊指使。所以台北地检署才会认定这个蔡某人刊文章诽谤公务人员，嘛认定因相人就是共犯，做一摆将因同齐起诉。咱搁来看顶站韩国如何媒体曝光，去台北市南港买台肥公司推出的7000几万关介绍的主体，台肥敢是针对固定人提供较优待贷款的条件呢？早起行政院农委会是指出讲，台肥咧处理这条贷确实有过失。农委会嘛移送台北地检署落去调查甲侦办。这栋伫台北市南港的大楼，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表示，捌伫100年买预售屋，价钱是7200万，后来林培转卖，竟然由台肥推出上大官股股东农委会要求调查。下早公布结果，表示103年中央银行为着要打房，甲高价主体标准为8000万调降做7000万，相关贷款成数为6成降做5成，所产生的贷款差额，当时台肥同意以10年到20年来分期还钱，迄时阵70户有32户申请安尼还钱。在做这个协商的时候，总共是有32户。那有人财力够的时候，就会提前清偿嘛。哦，那到目前为止大概是13户，有个人也有公司，哦，大概有分为这2类。农委会表示，无针对个案公布资讯。那韩国瑜当时无马上甲贷款差额还了，使用分期还钱，显示并不是个案。不过农委会指出，这笔砍下13亿的分期付清款，台肥以合约书内容证明变更所产生的贷款差额，责任无伫美方，煞无进一步问内政部认为处理有疏失。而没有去做那个主管单位的一个所颁的函释令，而自己认定这个是有很大的疏失。农委会针对台肥同意买受人分期来还贷款差额，提出6大疑义，而且台北地检署各相关主管机关来调查侦办，厘清是毋是有牵涉到相关的刑事责任，或者是违反公司法定行政违规责任。记者林志文、吴家宝台北报道。财经上界新，美国和中国贸易的战争还未收煞，中国的经济嘛连带翻较歹。咱国内金融界业者去到中国发展的脚步，嘛有对咧放较慢。你想讲富邦、国泰和中信这金控公司，今年头前3季回去中国投资的金额，到当拢总是0。学者是分析讲，中国的经济若继续持，真侪国际性的产业，甲海外的布局，各有产业顶头、顶下手强级的安排，无定着拢会顶头，搁再调度，搁再拍算过。美中贸易战开战1年多以来，引起全球的经济出现衰退记录，再加上中国的经济嘛开始降低，国内金融业者西进嘛对咧降温，包括富邦金、国泰金，还有中信金等等西进的投资前3大咖，今年前3季回入去中国的投资金额全部拢是0。中国的呢，就是说相关的，不管是在就是说地方性的银行，或者是说公司那美元债券到期的问题，必须要借新还旧。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是说，那所的产生的影响跟规模仍然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学者分析，贸易战的冲突若是搁继续，明年全球的经济成长可能会放慢，各国央行可能会开始做回推出宽松货币政策。另外，中国已经是全球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若是中国的经济放慢，就会去影响到4khu位的亚洲国家甲欧洲经济发展。至此，美国也是会维持相对领先的地位。韩国企业伫咧海外布局，还有产业供应链的重新分配。第产业趋势方面，今年开始5G 小连线开始伫各国商转，预计明年有机会会当带动5G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
嘛提升半导体甲电子零组件的需求，对台湾电子股的业绩会当有帮助。还是聚焦在电子股里面的5G 相关的这个上中下游的产业，包括明年这个智慧型手机里面的5G iPhone 这一块，那么也会有新款出来，所以电子股我们大概是聚焦这个方向。分析师认为，若是甲亚洲输销量的南韩、香港、新加坡比起来，今年甲明年台湾的经济表现相对会较好。其中民间投资的项目伫台商回流甲外资机票型科技大手扩大对台投资的带动之下，会当提升明年台湾的经济动能，对台湾的产业升级会当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啊，来讲拄出事的幼婴啊，为着头壳要圆，有诶做爸母的，讲会去注文专门咧改正头壳碗的形体，迄款头盔要用婴仔戴。啊，台中一个少年妈妈就是烦恼伊4月日的红婴仔后壳的形体会歹，才用改正的头盔，一工互婴仔戴10外点钟。3礼拜过，这个囡仔煞翕到有皮肤病，但医生就表示讲，幼婴仔皮肤较敏感，翕了过头严重，无定连白血症都会，做爸母的就要真慎重。红婴仔幼咪咪的皮肤煞一点一点红红，规个头甲阿妈棍拢是，互干那4个月查甫红婴仔是真艰苦。为着要改正后生头型，妈妈特别注文这种改正头壳碗的头盔，想袂到煞引起皮肤病。他的头就有点又扁，然后又偏。本来也想说还好啦，可是后来又觉得越来越就是明显。妈妈讲，因为伊长期困高边，致使讲后头壳甲正边有淡薄歪歪，所以才会定一顶改正头盔，逐工互后生戴15至20点钟，时间是要到3礼拜。医师表示，红婴仔皮肤甲毛光孔也搁在发育，戴头盔毋能影响流汗，若是皮肤变受严重的话，则更有可能引起白血症。皮肤上有小颗的小水泡，水泡破了都是一个细菌的进入的开口，所以说如果它发炎的位置在皮肤更深层的地方，血流丰富的地方，细菌可能就沿着血流进去到体内。医师表示，为着要囡仔的后壳会当较水咧，真侪人拢会订这种改正头盔，毋过有真侪拢是干那因为姿势的关系，毋是破病嘛袂去影响到发育。建议4个月以来红婴仔也是爱定定变化困的姿势，避免长时间困伫同一边，互压力伤过头集中。一直固定的一个大小，可是脑部还在长的情况下，尤其头6个月头围的增加速度非常快，那他故意的把它给圈诱住的时候，其实这头是不会长，没办法长的。医师表示，若准讲是较单纯的，因为姿势头型有问题，伫1岁进前拢会当透过姿势改正，受过头使用这种改正的头盔，可能去影响到脑的发育。若是真正想要注文这种物件，也是建议爱先互医师评估。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做爸母的若带红婴仔出外，上惊就是闻到薰味。高雄市自昨12月初1开始，市内规千间的便利商店、各咖啡厅、素食餐厅，连门骹口的电话卡都袂当拨薰咯。头一日出来出题，有开出5张的罚单，毋过嘛是有民众毋知影讲，即项规定已经开始咧行。实在讲，台北市和新北市这边今年9月就咧出题咯，台中市和桃园市明年开始嘛会全面性落去实施。虽然选到3个月，毋过在市伫超商的电话卡也是有人坐伫馆顶咧食薰。高雄市9月1号开始，全市1000多间的连锁便利商店、咖啡店，还有素食店的电话卡以及屁人拢袂当食薰。选到期到顶个月底，第一天来稽查就有5个人违规。12月1号，也就是昨天，我们开始进行了一个稽查取缔的一个工作。昨天一共兵分多路哈。一共稽查了83家，然后取缔了5位的行为人。卫生局表示，只要现场有民众有点薰的事实，就要依法开罚2000到1万块以下。对此，有民众认同，有人认为可能倒伫食薰的人秘去看袂到的所在，无一定会当有效来降低的薰害。较袂妨害到人无时候呢人迄个骑路咧行路的人，对吧？安尼是合理的。便利商店的骑楼就越来越少了我们抽烟的人也很可怜也不知道去哪里抽只可以尽量躲不知道躲到哪里去6都当中，除了高雄12月1号开始取缔，累计开罚5个人；台北甲新北则是伫9月1号就开始取缔。除了民众违规，嘛有发现业者因为提供着会当甲薰用合适的器具互开发。台中甲桃园则是明年开始。台南目前是针对全市15个候车亭全面袂当食薰，敢要伫咧电话卡禁薰，阁要来研究。记者王流婷、柯正俊报道。顶阵咱有报讲，明年3月开始，遥控的无人飞机就要有牌才会当操作。
当劳动部伫咧分嘉南区正月就要开始办理遥控无人机的训练班，学费阁补助到7成，一个开放报名人客就增加呀。大省阁有试读体验的课程，嘛引起真侪爱耍这款无人飞机的民众热情来参加。拿出来。伫这份班老师的指导之下，对做空拍机一直到听老师解说机器的构造，学员拢真认真在听。上尾阁是一个操作，头一遍家己试飞，嘛，学生员拢真欢喜。第一次玩电动打电动玩具的感觉，蛮有趣的。如何来操控无人机，还有一些基本的构图啊，还有拍摄完毕之后的一个后置作业。为着因应明年3月31开始，操作无人机要有证照才会当就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嘉南分署特别开办授课，明年1月开始，规划开办3期遥控无人机实务在职班，每期会招收16个人，而且辅导学员来考证照。预计明年度要开3期的这个遥控无人机实务班，也要辅导学员能够考取证照。分嘉南分署表示，分署有准备4台无人机，会提供予学生练习组合和实体操作。介绍的部分一般伫外口上课24点钟到32点钟，收费是5000到15000，但是由分嘉南分署开办，政府会补助7成，民众敢若需要负担2000块左右就会使啊。头一期的课程预计要招收16个人，目前已经剩63个人来报名。分嘉南分署讲，课程除了会教无人机的操作甲技术以外，嘛会培养摄影美学甲影片剪辑的能力，互上课的民众学到需要的知识甲技术。记者综合报道。升上课就是要学原理，因为每一科有每一区专业的所在。之前咱有报讲，中州科技大学的机械工程硕士班，一寡论文的内容完全无下这科目专业的范围，竟然连名理连夜市都咧写落去。教育部当时表明讲，经过查明了后，有打算要行文去学校，命令这间研究所按明年就开始停止招生。这也是全台湾头一站，因为出业的学生论文有过样，去予主管机关裁判停止佮招生的案件。读机械工程系硕士班，结果毕业论文上出现名理、夜市等议题。彰化的中州科技大学被教育团体表讲，自1802学年度开始，167位硕士毕业生论文内面有6成甲工程技术无关系。教育部经过调查了，有新的进展。经过学者专家的一个初步的检视，确实是有高比例的不符合该研究所的教学目标跟核心能力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提私校咨询会来做讨论啊。教育部讲，将会开私校咨询会，目前团队是这个规划研究所自1802学年度开始停招。最后的结论是等开私校咨询会了才定案，但是教育部也强调，已经限请学校要一件一件检视查核，并且报教育部了解。中州科大也讲会配合办理。我们在第一个时间里面，我们就由校长组成3人小组了哈，对于有问题的论文，我们会进行审查，然后结果如何呢？我们会去配合教育部的作为来做好。那我们在第一个时间里面，我们就已经校内开完会，然后就主动提高，然后我们已经呈给教育部了。因果也因为论文严重偏题，无符合教学的专业，而造成研究所被停招，这将会是全台第一例。未来要安怎预防？教育部讲会请学校会教评会讨论应用方法，并且同行各学校，希望指导教授会当负把关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开始真照起工，农委会这边嘛真拍拼，英国农民若是伫园林去跋倒，无就是讲去互判定着抓家着，敢来当顾牛屎，意思就是崔先生家己服药啦。不过即马政府已经有开办农民的职业灾害保险，搁来若万不利做是做到倒位去讲着，看医生就有给付。百岁年老的时，丧葬嘛有津贴。主管机关邀请农友，就赶紧来混这项保险，才通加一层保障。这个婚礼的农民展现是来顺野花之园，伊今年6月底时阵徛伫影面顶包药啊，无细日下落来正手登去，到即马搁伫包好带。毋过受伤的期间，因为伊有加入去农民职业灾害保险，申请伤害给付甲看病津贴25000多块，对伊来讲真有帮衬。大概类似知道，就是说你受伤了，或是你要去田里的时候，如果骑机车跌倒了，这个都有了。它有
补助一些那个医疗费用这些东西。为着要让农民加一个保障，政府开办农民职灾保险，啊，毋过亲身来增开产力，也是有真侪农民唔知影有这项措施。对这个代志，农会表示，若是有农保身份的农民，敢若需要载囡仔甲身份证来农会保险部办，得当加入保险。可能公所上面也要配合吧，因为公所上面出来，村干事对农民讲一些广播啦什么，我们对这一块真的很需要知道。比如说，我们保中乡虽然人口很少。我们的农保跟健保人数有3500多人，目前来申请有1200多人，就是比例应该有35%。保障农会总干事吴金元表示，伊早无农民职灾保险，农民若是伫咧做事的期间发生意外受伤，医疗的给付敢会当家己负担。啊，毋过即摆若是有加入去农民职灾保险，万不受伤来申报审查通过，会当得到理赔等等的津贴，佮加上每一个人逐个月保费才25块，由中央地方政府来补助，希望讲农民会当加参加，会当加一份保障。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咱来讲过去桃园苦厝港的湿地，因为溪内土沙坐底，溪床愈来愈浅，水鸟咧游的所在嘛一直减去。啊，今年初桃园市政府开始办理湿地生态复原的工事，但又有几千只的水鸟，搁再飞转来溪埔的湿地伫咧游了。规定的野鸟伫天顶伫飞，乌白鸟啊，佮有东方金眼伫咧湿地找物件食，啊，佮有北部真罕哩快，喙仔翘翘的翘喙仔嘛来啊。总共1000只的水鸟倒来苦厝港，就那就是回去10多年前真热烈的状况，嘛，互野鸟学会的人啊，佮爱鸟的人拢感觉真欢喜。目前许多港最多的水鸟是以黑腹冰鹬数量为最高，其次是三趾鹬、红胸冰鹬，还有东方环颈鸻，那它们都成群的飞翔，非常的壮观。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看是不是有招潮线会在这边慢慢的滋生，就会吸引更多种类的水鸟。桃园市野鸟学会指出，过去因为老家溪的积塌，河口绿化真严重，水鸟的栖地减少。啊，毋过今年初市府启动湿地生态保育营造工程，甲非法占用的鱼塭仔收转去，嘛甲绿化的土坝囤转去鱼塭仔，成功增加岛鸟栖息的环境。以自然的工法，让整个水鸟的环境能够做好。首先呢，把老街溪出海口的淤泥能够做整体的移除，移除到我们目前收回到渔塭里面做回填。那利用洼田平衡，让整个湿地的面积因此增加了20公顷。野鸟学会表示，苦厝港是东亚澳水鸟一定爱经过的所在，嘛是因伫咧半路的休困站。即马10多年前无去的野鸟一批一批转来啊。嘛，城各地介意鸟的人来遮翕相，啊，毋过嘛烦恼讲会去影响到鸟类栖息，呼吁毋通离因伤远。记者综合报道。确实，地球的环境变化，互真侪动物将近要断种。过来，咱来看一款真特别的鸭仔，全世界敢若剩将近3000只呢。这款鸭仔普遍是生活伫咧美国北卡罗来纳这州的一片军事基地，而且美国军方和保育团体当时做伙咧保护这片所在。望讲吼，这款鸭会当继续好生团。伫咧画面中看到这只土色的蝴蝶，叫做圣法兰西斯眼蝶。伫1983年才互生物界发现，1994年就被编入去美国联邦濒危物种的名单。圣法兰西斯眼蝶是地球上数量上少的蝴蝶之一，大概只有3000只左右，而且拢伫咧北卡罗来纳州的布莱格堡军事基地。远远的所在传来炸叫爆炸的声音，有一只圣法兰西斯眼蝶也伫咧叶仔顶准备要生卵。Big military bases actually across the U.S. is they've turned into protected areas because they're areas where military trains, but there's also vast areas where the public's not there. There's no development, and a lot of rare species are actually on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cross the U.S. 对所在正经的圣法兰西斯眼蝶，今年伫咧布莱格堡军事基地出现2遍，时间只有2礼拜。因若一出现，生物专家加一组军方的生物专家就会赶到现场，在这种大型会让长期的树林气囊制造出圣法兰西斯眼蝶所需要小可饮水的情形。We're going to make dams like beaver do. We're going to cut out hardwoods like beaver do and start restoration for the butterfly. And that's when our fortunes turn, and the butterfly has been on an upward track ever since. 记者综合报道。
前阵啊，巴西这国火烧山，引起各国都真关心，敢是开发了过头，还是有人假放火咧偷臭茶？总是全世界南北二路，无论是热带树林，还是较冷的地界，便啊树啊有价值食，就拢会变做遐个山鸟鼠的目标。俄罗斯这国嘛相像，咱同齐来了解一下。微风吹过树林、草坡啊，搁听到溪流流过山谷的水声。这是俄罗斯西南边甲伊朗、土耳其交接的高加索山区。伫遮除了互人想到激情的伊斯兰武装团体以外，同时也是地球上真罕见的自然宝库。Безусловно, здесь много таких видов, которые только на Кавказе, в России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Даже если по деревьям посмотреть, вот как бы вот бук восточный, только здесь на Кавказе у нас растет пихта кавказская. 这款高海拔的树啊，上大的共同点就是真勇、纹路真整齐，真适合做家具加建材。伫俄罗斯，错树啊基本上是合法的行业，也毋过有数量的限制。В сфере лес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допустим, д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это вкратце, если сказать, то это коррупция. То есть, да, вы сами видели, сколько незаконных порубов. Поэтому деньгами, а чем еще можно? 伫咧当地做30几年的导游，头毛都已经普遍吉普克耶夫。看到伊少年时阵，不是规山坪拢为各种青阿树所编做一堆一堆放伫路边的建材，看得出伊心正酸。而且有一寡山鸟子是摕合法的执照，以整理林上的名义暗号非法，甲一寡健康的茶拢运走。因过除非是甲所有业者的证明文件拢摕来检查。若无是无法度知影谁合法谁非法，而且茶做的建材家具，伫俄罗斯的国内外市场需求正大。若甲相关产品动来，可能会引发贸易纠纷。所以环保团体目前主要是靠这种环保教育活动，由志工带少年学生入去高加索山区，互因体会大自然的水，培养一寡打击山鸟子的人员。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先来看森林麦寮桥头社区，它是和朝阳科技大学农业辅导的团队咧合作，伫咧园内配合这块种农作物，近来是去种到黄艳艳的日头花，当若拄当有通收成，毋但讲会当替社区加菜，嘛对大自然的环境绿化真有帮助。有影遮就是社区的营造，真有代表性的砖头，咱同齐来看卖。黄艳艳的日头花开甲规大片，请真侪民众来遮欣赏。这是森林麦寮桥头社区甲朝阳科技大学农业辅导团队合作，为着推广农村再生所完成的结果。那发家好，你感觉安怎？感觉心情足轻松的，足好的，哈，足水的。我平常时啊，拢行迄边啦，哦。啊，这是上阳阮咧跳迄个花果的时吼，啊去行落来遮要找人啦，啊才看到，啊才讲啊，原来有这片花才水啊呢。桥头社区伫咧2年前就开始甲朝阳科技大学配合，志工伫咧社区整理出2地田，配合季节种无同款的作物，若是收成就会当替社区加菜。这摆是种日头花来，互社区的环境变搁较水。朝阳科技大学在麦寮这边已经做了将近10年的农业辅导，啊，最近这2年刚好走入社区。对于社区供餐的这个部分，协助当地社区做一些无毒的蔬菜，来给社区当成一个他们的食材。这片田除了替社区增加实际收益，对乡亲来讲，大家轮流照顾作物，感情若愈来愈好，实在是1减2个。自从有这块农场动员志工平常时啊来挽草，啊，搁种遮物件大家志工的迄个向心力愈好，啊，因嘛有一个成就感。社区要有好的发展，除了要找出地方特色，上重要的是要靠大家互相斗相共。这片日头花的花期会到月底，民众会当把握时间来欣赏。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咱新闻咧报讲，森林麦寮桥头社区遮咧种日头花，秋冬天社区内加真水。啊，咱嘛咧报讲环境的变迁，有真侪树丛，有真侪动物，咱若阁无看过，地球渐渐改变，无定长种倒会。国情我哪想到有真侪好听的歌，咱若讲无人唱，我哪会愈来愈少人捌听。今仔日我要来介绍，就是一条甲日头花有牵连，阁是日本时代就写出来的歌，这是作词家丹达如的手笔。这条歌叫做《向日葵》，就是日头花的意思。国情来讲，伊完整的3拍歌词，咱做伙来欣赏一下。头一拍讲：风乱吹，雨乱电，
乌天暗地心如悲，思念过梦三更，就等青天白日时。暝来想，日来看，真情毋是爱虚华，求果爱，梦果盼。见果开花尽心肝，想花丛天配好，缘分注定太阳高。小意向梦果靠，有果前途无风波。这条歌叫做《向日葵》，正就是汉文林咧讲日头花这种花丛。毋过少年的作词家，日本时代阁正120岁啊尔，陈达如先生，伊是用向日葵咧比拼男女间的感情。当然，女方感觉讲家己是花蕊，表示男方就是日头。而且第一拍的歌词讲：思念过梦相见，就等青天白日时。就爱青天白日时，日头毋才会出来。过来第二拍，讲求果爱，梦果盼，见果开花就尽心肝。来到第三拍，伊歌词讲：想花丛天配好，缘分注定太阳高。太阳就是日头，另外一种的比拼。尤其即句，咱即马较少咧讲，小意向，梦果靠。我对你都有意向，因为爱情平时还阁较强。啊，若有果，有日头果，我即款向日葵，即款花蕊，前途就无风波。讲到向日葵，讲到日头花，国中阁想到战后陈达如捌写过另外一款花蕊的歌诗，叫做野地花。这条歌嘛真好听，我有哪讲歌词，互你参考，咱做伙来甲体会一下。头一拍歌词讲。青红灯，地点仔来，西装抹粉，面笑心悲哀。受人侮辱，暗暗流目屎，抬头看到所爱迄人来。搁来讲，果对阮费心神，真情对阮更加阮悲情。青红灯骹毋是好光景，梦果自重，毋通误坚定。第三拍讲。爱情好，小疼痛。你是一个聪明读书人，毋通为我放荡学业棒。我愿为哥改道做女工。这将近讲毋免国情加解说。三拍的歌词，袂输敢若讲一部电影共款。因为陈达如就是写南岛夜曲，就是写青春悲喜剧，就是写安平对象剧，遮够作词的人。所以一步一步伫咧写，原来所谓的野地花，就是地点仔来风尘的女性。中站第二拍讲，青红灯骹毋是好光景，梦果自重，毋通误坚定。来到第三拍，讲既然你是一个聪明的读书人，毋通为我放荡学业棒。到尾啊，这个女性讲，我愿为哥改道做女工，有感动无？真浅白的歌词，毋过插着咱的心肝。无论日头花、向日葵，还是野地花，拢是陈达如苦心创作的手笔啊！啊，讲到改道，国前过来要来讲婚林，有一个教体育的老师姓张，因为伊自细汉就真爱食果仔年，毋过嘛烦恼讲，惊到有个人会洗药啊啦，洗药啊吼，就是讲种菜的时阵，为着要吼果仔年生好水，赶紧用农药落去布。尾啊，张老师决定家己落手落去学种果仔年。用生态循环的栽培法，真正种出家己无毒的新牌子，张教练的果仔年，咱嘛做伙来看卖。鸡仔伫咧菜园行大，看到果仔年顶悬的藤，就紧甲摘掉。张浩谦用生态循环的方式，无喷农药，种出来的果仔年，逐条拢嘛天然。农药残留，所以我选择自己种，而且不喷农药。这只是就像这个是缠到自己叶子。东西我不怕你来啊，我就是没有喷药，你随时来都可以。张浩谦自本是在做体育老师，因为平常时就爱食果仔年，不过烦恼有农药残留，怎开始家己种，认真研究适合果仔年的成长环境，就是希望会使种出无毒而且对环境友善的果仔年。做离地栽培的时候，就是第一个要不是种在地上嘛。它离地大概有几公分，大概十几20公分，然后土用进口的泥炭土，这样啊，水的话就用那个以色列那种滴灌技术下去滴，所以市面上很少人这样做。张浩谦无做教练，不过创一个张教练果仔年的品牌，以小农的身份重新敲出家己的路，要继续以健康无毒的农业学习和环境共存。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时代变迁，有的俗语话，过去甲即卖讲法嘛就无共。过来个前要讲一句讲，教囝学球，嘛就爱教囝爬树。金门金湖碧川国小邀请一个爬树的教练，互囡仔学讲安那爬去学校内底老青仔树。学校遮就是望讲，教囡仔爬树会当互因勇敢冒险，挑战家己。咱做伙来看卖。一寡囡仔真认真地看教练示范爬树啊，因为等一下就换因来爬啊。其实爬树啊是一项安全佮有环境教育意义的活动。伫爬树啊的过程当中，毋但会使认捌树啊的种类，上重要的是会当学安怎保护树啊，和对环境友善的互动模式。透过这样的教育课程，让小朋友去认识环境，然后也让他们知道说怎么样才够真正安全。金门金湖镇的碧川国小办理青仔阿公爬树啊体验活动，囡仔人头摆甲校树亲密接触，大声爱含伊小借问，过来就按照教练的专业指导，利用工具来爬树啊。那我们希望借着这个爬树的体验，让我们的孩子也可以亲树、亲自然，那也可以在他的生活体验中多增加了这份山跟树的教育。校长讲，透过专业和趣味的课程，让学生有机会探索校树，希望会当增加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挑战自我的态度。希望这种大自然的课程，会使让学生对无同款的观度来认捌世界，感受无同的视野。记者综合报道。学生囡仔嘛得教，老大人嘛得顾。照目前的统计，台湾失智症的人口已经有28万人，讲起来是真重要的议题。咱来看台北的迪化街，即马真拍拼咧建设一个对失智症患者就友善的街面，安怎样做？咱同齐来看卖。伫台北迪化街、南北汇、中药房，抑个地米店，各种店面拢有。闹热的百里老街，即马有一个新任务，就是失智友善一条街示范店。全球失智症，3秒钟就有一位罹患失智症。那65岁以上，我们推估有8%的失智症长者。那在大同区的话，经过推估有1800多位。2018年，台湾失智症的人口差不多28万人，是咱生活中爱重视的议题，因为造成较无方向感，所以或者对有失智症的时大人，连要回去家己的厝的，拢真困难。我今天到底去哪里？为什么去看到象山捷运站？谁又带我过去？伊唔是讲碰伊小可代志，这条代志足大条。我75啊啦，我嘛足烦恼伊呢。有一天我先走，唔知要安怎处理。发动这项计划，台东健康服务中心主任老秀员讲，真侪跑步机的失智症失大人，拢是一寡有爱心的店找到，所以才会想要用迪化街做示范店，辅导店面。大家做伙来关心失智症老大人。他给薄，给刚问那么久啊。如果说有老人家进来有看到行为有一点点不一样，咱就较给薄的给刚问着。店头家的热心甲规模已经慢慢伫咧迪化街团变，街仔头、巷仔尾、厝边头尾，大家拢变做共同照顾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讲香港昨一日有3场游行。游行的人民要求警方莫阁结催泪弹来伤害香港人民，毋过因嘛着爱公布催泪弹的成分。本地游行是真平静，现在讲到下晡，警方竟然又阁结催泪弹，风波不断。香港的大路顶伫初一暗，又阁听到催泪弹的枪声。香港区议会选举了反送中民众，昨昏阁上街头示威，也毋过互警方用催泪弹赶。冲突是因为初一下昼游行，警方要求民众莫占马路的，就突然间用催泪弹赶人，两边的冲突就经到暗时。示威者伫咧黄埔甲王家敦路道，向警方弹装啊加汽油弹，警方试射催泪弹，追捕示威者过程中，手铐搁勒喺涂骹，示威者一面提一面防守，有人向港铁放火破坏亲中的店，也甲听港会民众冤家，一直到催泪透早2点半，示威者才离开。
香港这边这个历史，都将呼吁港警公开催淚彈嘅成分，停止使用。已經半年啦，發放咗1萬個催淚彈，我哋見到社會從來都冇平靜過。所以我哋希望政府用佢哋嘅智慧，用佢哋嘅智力諗一諗點樣去處理依家香港依家嘅狀況。另外，中國廣東省珠海市公安局頂禮拜五喺咧連接香港大武山嘅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舉行反恐應急處理突發狀況演習。會面中看到中國武警提警棍喺煙霧中突襲前進，一個出動無人機射擊空中嘅物體。根據中國媒體報道講，這場演習出動1000多名警力，80多台警車。正特別的是，香港警務處副處長也到場參觀，引起關注。這不是中國武警第一遍喺香港邊境演習，過去時陣也捌喺咧深圳大練兵。區議會選舉了如果演習，可能較關心。記者綜合報道。咱來看美國這邊，12月初，路易斯安那這州 New Orleans 這個市的市內，半暝有人夜衝出來彈，致死40上外個無辜的百姓。鏡頭頂懸看會到講，警方伫咧街路頂有封鎖線，槍殺案的現場也是怒蒼蒼，因為發生案件的所在是真出名的觀光地點，尤其目前閣是感恩節的假期，嘛有袂少人客去遐行搭。美國的媒體當時看講，槍殺案造成2個人死亡，12個人受傷，夜衝的嫌疑犯嘛是去脫走，犯案的動機嘛抑閣唔知咧。另外，喺咧英國倫敦，頂月日29迄天嘛發生因為恐怖攻擊落獄，目前假釋當中的犯人竟然壓倒烏白太人案件，2個不幸喪失性命的少年家，攏是劍橋大學剛出業的學生。尾手英國的首相強生出來講，伊會因為安尼先加重刑罰，啊，毋過死者的家屬這邊卻講出無相像的看法。25歲傑克梅里特甲23歲沙基亞瓊斯2個人攏是拄劍橋大學畢業的。11月29當天，2個人佇倫敦橋北邊的希市大廳所舉辦的經紀人活動內底鬥3天，想要到佇現場去互28歲巴基斯坦的烏斯曼坎恩拿刀殺死。前往命案地點的南華克主教堂，找伊佇咧禮拜儀式內底，特別為這件代誌的罹難者來祈禱。梅里特厝內的人用生命對峙，因心肝內真巧，心肝真善良，永遠甲弱勢人徛做伙後生。代誌發生了後，朝野兩黨為着向溫準恐怖分子假釋的代誌來冤袂離。首相強生閣表示講，伊會執行更較嚴厲的刑罰。梅里特的家屬特別佇聲明內底指出，因知影傑克絕對無想要看到這件代誌，叫政府摕來用做執行更較嚴厲的刑罰，或者是甲犯人關更較久的借口。恐怖團體 ISIS 30講，倫敦橋的攻擊事件是因的戰術所為，目的是要保護捌對因出兵的國家。身軀穿假自殺炸彈架的坎恩，去互趕來現場的警員開槍台示進前，有6個佇路邊的人佇短短2分鐘以內做伙甲伊壓佇塗骹。倫敦市長卡恩找伊閣表揚因的路見不平。What we saw yesterday was ordinary citizens, including Londoners who are of Polish origin. He's a Londoner who acted in an extraordinary way, and I'm really proud. 英國廣播公司 BBC 30放送坎恩2008年大所在去互反恐警察所在了後，接受 BBC 節目專訪的內容。I've been born and bred in England, in Stoke-on-Trent and Coatbridge, and all the community knows me. And they will know, if you ask them, they will know, like these labels what they're putting on, like terrorist, this, that. They will know, I know terrorist. 英國維安單位迄當陣感聽到卡恩甲伊的共伴討論講要安怎照蓋達做一個手冊來做炸藥，要來炸倫敦證交所。警方佇2010年掠到迄當陣才19歲卡恩，2012年去互判上少8年的有期徒刑，而且閣加一項大書，規定講伊的家屬必須要經過家屬諮詢委員會評估伊出獄了後，敢是會對大眾造成危險。啊，毋過卡恩2018年12月份得到家屬的時陣並無經過這關。記者綜合報道。頂幾日啊，國際中間有幾站嚴重的車禍。突尼西亞這國有一隻遊覽車摔落山谷，上無已經造成24個人死亡。俄羅斯這邊是一隻巴士崩裂摔落溪底，19個人不幸犧牲。咱來看綜合報道。一台載有43名乘客遊覽車滑喺山坎了，差不多規攏解體。車頂的椅仔、門窗是也甲規死過。官方確認有1半以上的乘客不幸死亡。其他受傷的人客攏已經送去。初步了解，這台私人公司的遊覽車是自首都突尼斯出發，飛去西北部差不多180公里的觀光城鎮安德拉罕。在彎彎翹翹的山路頂，敢若是西灣時陣失去控制，滑喺山坎。安德拉罕是一個庫洛米爾山，海拔800公尺。
也因为这件事故意外，突尼西亚卡球协会伫迄天的例行赛进前，为罹难者默哀1分钟。官方目前正伫咧调查这件意外发生的原因。不过，真侪人拢知影，突尼西亚的路真危险，而且真旧。另外，伫俄罗斯西伯利亚赤塔的昆加河河边，受伤的人被送上直升机送到病急救。которых мы эвакуировали, они стабильны. Из 8 госпитализированных Нерчинскую ЦРБ, 6 мы транспортировали 2 бортами. 这台大巴士是自斯利坚斯克出发，飞去赤塔。伫咧经过昆加河顶这座桥时阵，敢若是正脸八脸，规台车失去控制，并个桥卡。规台车是倒头栽，弄伫咧结冰的河边。伫咧俄罗斯，交通意外常常发生，主要拢是因为啉酒开车、路边危险，一个无守交通规则。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观众朋友，你敢知影讲全国目前专门咧看顾灵仔牛健康的兽医师，敢若20几个，其中佫有一半是将近要退休咯。加在当时有一个少年家聊落来做这道，佫做甲真本顶。永暗9点，公视台语台台湾新眼界节目，招你做伙来熟悉这个真优秀的兽医师。这个左黄体2.5，这可以打 PG 哈。详细体牛仔检查身体状况，甲一礼拜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拢是伫牧场内顾牛仔。你台湾吼，牛仔的兽医无济啦，所以变做阮一个兽医吼，爱走几个牧场。所以对我来讲，我即马差不多有20-30个牧场是固定爱去的。去这牧场检查吼，大部分是有分组讲固定时间检查，甲临时状况的处理啦。对牛的胃口、体温，甚至透过牛屎，拢会当知影牛仔的健康状况。食的量降低，这是第一个同重要。所以阮就会度伊的体温，看伊的体温是伤悬伤低。牛仔的体温比人小可较悬。逐工的健康检查时间结束，就是阿甲甲鹿农交流的时间。透过开讲，知影鹿农拄到的问题甲困难伫倒位。甲伊本来就我牧场内底的兽医啊，所以实在真久啊。伊伫这个过程当中，伊把讲到伊想要帮阮解决肾炎内的问题，当中是会感觉讲，敢有可能是一种怀疑的态度。到尾来的时阵，看到伊真认真咧做，行动力也真强，做来到即摆的时阵，就是我感觉真快乐啦。伊互阮的感觉就是这个人足值得信任的。市面上已经袂少卖牛奶的公司甲品牌，不过阿甲行入牧场听鹿农心声，这就是因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咱过来讲，党有基金会为着要互政府和民间重视，安怎样将光影设计甲拄啊好，因是举办台湾光环境奖的比赛，就是要鼓励讲会当运用光来表现建筑甲光影中间相谈的关系。台湾光环境奖进入第2届，今年参加的作品来自全台各地，总共有10件作品进入候选阶段。担任评审团主席的灯光设计大师周连指出，光的设计其实就是用文化加艺术的概念，创造安全的光的环境。就怎么样用光把我们的生活品质提高，怎么样能够感受到这个人文文化跟厚度，我们在台湾生活里面跟台湾的自然界的光影是什么关系？强调光甲自然环境的结合，这次入围得奖的作品，高雄市立美术馆的空间重新设计，以及2018年台中花圃如子馆这2项作品，伫设计概念拢甲当地自然环境有真深的结合。然后作为一个新形态美术馆的这样的一个自我期许，能够在这里获得这个奖项，我觉得都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另外，由台湾星空守护联盟、南投管府加民间团体共同合作的合欢山国际暗空公园，推动减光行动，保护星空，嘛得到评审团特别奖。台湾的星空一直在那边，只是呢，我们在城市的灯光。一些不管是路灯、招牌灯，这些漫射到天上的这些光的掩蔽之下，它的璀璨光华不见了。那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把它的光，把这些污染到它的这些
灯光呢把它给遮蔽下来。生活中的光污染对环境甲个人身心的影响，已经是现代社会中的环保甲健康问题。台湾光环境奖虽然才进入第2届，但是嘛开始对参加的作品当中感受到台湾光环境营造的变化，嘛期待未来会当创造更较侪实在优质的健康光的环境。记者杨淑晴、林凤明采访报道。各地头温度一直落，气象咱就同齐看清楚。北部15度到18度，中部这边17度到22度，南部19度到26度，东部15度到24度，金马平湖14度到2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